有道在没，就老爱那个来。我看见好慢点路，这姐。喂，早上，妈妈哪里了？喂，干嘛了？我都没说那几好不哎，哦，第三年可能给我打过。我都没好呢，里面打不到的。对，第三年的第可能，啊，打不了，啊，打别的第没回来的看。我们呢，咱们这面打不啊，打别，第一都半夜了。我都没呢，家底下来路来家里那个呢。你现在第一个讲呢，他看了，但是去呢，啊，打不了没，啊，打别了。我都没去的，别别家了，去的去呀。你也听啊，听呢，啊，别面啊，不来了。我都没那我你熬的熬拉别呀。哎呀，那没再给了，收了呢，再给了，收了呢。这个我是打过来的，没来家店里他没得嘛。No. 你们说呢？也没澳门来家店，你把来家店呢？车里面。你哪里说的呢？你把那个，我看到了把来家店的。哎，不能，来找了保镖的呢。来家店。但是保镖呢，俺那。那个真便宜呢。第一个站在面。我都没皮带皮麻的皮，没人家讲的嘞，家里家。也第一个看你也不来，多少钱？哎呦我的妈！你过来你别玩去。一斤的多少面？哦，这看你几件喂？这看也怕拉开你的，关的路，那你别回来保镖。哎呦我的妈！真的，第一名骑车太热了。搞么来给你哦？你看给你的。第二年在哪家了？搞么？第二年和俺这边呢，啊，怕咱呢的，老人呢，怕靠呢鱼，啊和带来比较呢，过来来保镖呀呢。真的好搞么？这年的，我人呢，啊怕看呢的，啊怕靠呢鱼，把东东看的鱼。搞么没讲呢？还从哪里来了？这里。哦，一般来咱们家。家班来家店里去了。面来家我店里，一个老娘呢，面呢。没讲你来家我店了。我的。爸那来，不都没海了咖喱？没娃的，也给讲了，那看么？没讲个你呀。你都讲不到了，不都没讲的你问。No. 但是老娘呢，面呢。不都没人家家开门来了。没娃的讲了，一个老娘呢，面呢飞嘞，我咋不带喂？这个嘛，他们在家开锅吧，这边飞吧。的，你这把飞喂，我咋不带煮喂的？这你我不了两个没伢的，等你别忘么？这边的都我爸的。俺那家里路这个刀不会特别多哎。第一讲了半个一点挺好。要搞么了了？老不一样，也朋友的。要搞么第二年真的也了。也来这位，那个再来这位。